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茶山的高山啊，是毋是甲咱人愈来愈共咯？有网友来分享，讲这个中山大学有台湾山沟，区里的墙围顶用树讲咧树红茶，佮有高山啊，走入去坐伫个办公室，头咧咧咧办公，而且看这个考试卷啊，佮看甲真认真。佮有这个高山啊，趴伫个栏杆咧思考，种种的行为拢真趣味。啊，专家就讲，这台湾山沟长期甲人类来接触，加上生活范围甲人类活动的范围相顶塔，所以会模仿、会学咱人类的行为。一只高山啊，跍伫咧墙围顶，冒一杯凉的。外面有经甲看啊，是伫咧啉红茶啦，佮插树讲啉甲真痛。扣翕来所在，就伫咧高雄中山大学，老神在在模样伫咧网络引起讨论，毋过趣味行为够遮的。大只狗带细只狗趴伫咧关的，目睭刻刻伫咧想代志，佮坐伫咧查某宿舍头前比烟头的姿势，叫网友回讲，伊是来看妹妹啦。佮有头摕人的点心，徛伫咧机车龙头，就亲像伫咧点家己的下晡茶，有我尔好食款。佮有走要去办公室，坐伫咧办公桌头前，头就亲像伫咧认真上班，食古嘴模样，就和中山大学的学生，嘛看过真侪，互人也好气也好笑的画面。像是饼干，他们会自己开，饼干会自己开，蛮夸张的，很夸张哦，有点人性化。要搬行李回来的时候，就会被一群猴子会跑出来追你。哦，我有撞过猴子。你撞过猴子哦？然后他们就是感觉就是撞到之后，然后他们就是好像知道同伴有被撞吧，然后就全部围过来，我就快哭出来。专家就解释，这个狗因为长期和人类在斗阵，所以故意地模仿人类行为。他就会去看人类说，你们都常常拿什么东西？就像比如说塑胶袋，或者是纸袋，它甚至可以去辨别说，它是麦当劳的，它是咸酥鸡的，它是早餐的等等的。不过因为人类食品有加真侪添加物，无建议民众甲狗饲咱人食的物件。民众分享趣味心情相片，和网友拢笑甲变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